山农场出大日头，日头拢照伫粉红色的樱花，几座青樱园拢在发光。青樱园内底种的樱花特别矮，大蕊花拢搭伫游客头壳顶和肩胛头，游客来这踅都那浸伫粉红色的花海当中。天气超好的，我们后面有白白的雪山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满满的樱花？ 本来很担心说前几天的天气是下大雨的情况，本来想说来这边会不会遇到那种下雨天，结果没想到艳阳高照，环境相当的美丽啦。海拔2000公尺的福寿山农场种1000多丛的樱花，前几天落雨阁加温，让花开甲较慢，寒流拄过，樱花都开始开花，并没有经过这个寒流的洗礼了以后，反而更是绽放。到3月中旬以后，仍然还有花。 另外，伫武陵农场路樱区的樱花嘛开甲特别水，这个角度非常的漂亮，哇，一球一球的。武陵农场有1万多丛无共品种的樱花咧开花，花期会到3月中。樱花敢若互相咧比水，南投奥万达开一片白色的雾社樱。雾社樱花伫雨果大梦当中开花，花当中阁有水滴，姿态特别水，特别高雅。 展现出高山樱花特有的风情。28连假天气真好，中部真适合看樱花。若是无想要伫连假人客人，樱花会甲你等，会一直开到3月中，互大家会当好好欣赏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